大家好，祝大家馬年身體健康。咁想健康嘅話咧，喺2026年咧，可能大家都會有一個計劃。今時今日咧，要健康，其實我哋係揀一啲健康食品，又或者係保健品咧，係不可避免一個趨勢嚟嘅。根據市場上面一啲嘅統計數據咧，89% 嘅人士咧係積極咁去尋求一啲方法咧，去改善佢哋嘅健康嘅。當中係亞洲人士，而又用一啲嘅保健品，又達到一啲嘅健康嘅目標咧，都有70%嘅喎。你會唔會係其中之一個呢？如果大家今年都想制定一個適合自己嘅一個健康計劃，今日嘅影片就等我建議一個組合俾大家啦。如果大家喜歡今日嘅主題，希望大家可以訂閱、留言、讚好同埋分享，我哋一齊去探討一下2026年有啲乜嘢嘅保健品，我哋唔應該錯過啦。保健品嘅廠咧生產啲乜嘢嘅保健品咧？其實佢哋係有根有據嘅。2026年嘅保健品主要嘅趨勢咧，希望做到預防啦。咁雖然喺標籤上高我哋唔可以用呢個預防呢兩個字啦，咁但係作為用家嚟講，希望食咗之後都有一個預防唔同健康問題出現啦，亦都咧係希望我哋身體可以更加健康嘅。咁究竟2026年呢個市場會出現啲乜嘢嘅保健食品咧？第一種咧，你會見到係一啲嘅代謝性嘅健康產品，肥胖同胰島素抗衡咧係而家呢個社會非常之常見嘅。咁我哋控制翻我哋嘅血糖同埋呢個胰島素嘅水平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咁近年流行咧一種嘅減肥針咧叫做 GLP-1啦，用咗之後有好多唔同嘅副作用啦，譬如係腸胃不適啦或者便秘嘅問題啦。咁將會見到呢個市場會有一系列嘅保健品咧係去輔助呢個減肥針所產生嘅一啲嘅副作用嘅，好似係提升纖維嘅攝取量嘅保健品啦，去改善翻啲嘅便秘嘅問題啦，益生菌啦，去改善翻腸道嘅問題啦，又或者係一啲嘅胜肽啊、氨基酸啊、蛋白質啦，就去維持翻呢個肌肉嘅量嘅。第二種嘅保健品，你會將會見到係提升咧呢一個免疫功能嘅產品嘅。咁因為新冠疫情過咗之後咧，其實咧呢個新冠後遺症對一啲人嚟講都係一個困擾嚟嘅。咁再加上而家嘅社會，我哋有好多唔同嘅疫苗啦，去解決唔同嘅問題啦。咁我哋身體咧即係可能會出現一啲嘅免疫系統上嘅一啲嘅混亂嘅，提升翻呢個免疫功能嘅產品咧，就可以幫我哋發揮翻免疫系統嘅功能啦。第三咧就係咧去支援一啲嘅認知能力嘅產品啊，譬如係預防呢個亞茲海默症啦，又或者咧40歲以上可能會常見遇到嘅一啲嘅睡眠質素嘅問題啦，又或者幫助我哋去舒緩翻呢日常嘅壓力嘅。咁一啲嘅草本咧或者維他命配方啦，維他命 B 啊，都可以幫助我哋去改善翻呢一個問題嘅。咁第四種你會見到嘅產品就會係一啲嘅細胞修復同埋健康老化嘅產品啦。咁人類嘅壽命咧就越嚟越長啦，加上人口老化啦，希望咧就由內而外咧就做到呢個細胞修復嘅。咁所以咧支援到呢個 NAD 加嘅生成啦，維他命 B 啦，即係喺個線粒體裏面工作嘅一啲嘅材料啦，白藜蘆醇咧、抗氧化劑咧，都係咧可以會喺呢類型嘅產品咧度揾到嘅。第二個主流咧就係呢個腸道嘅健康啊，腸道咧就係我哋第二個腦嚟嘅。咁益生菌嘅市場咧就將會繼續都係火熱啦。益生菌嘅量嘅比拼啦，佢個豬菌嘅種類啦，同埋個量嘅比拼咧，咁都係講緊佢嗰個針對性同埋獨特性啦。咁譬如係針對情緒啦、呢個認知能力啦、代謝功能啦，甚至乎運動表現嘅一啲嘅益生菌，你哋都會揾到嘅。同唔同嘅豬菌嘅組合去定製翻佢嘅功能配方啦，咁再加上咧就用唔同原材料咧，其實咧都係嘅選擇都係非常之重要嘅。第三個主流咧就係呢個運動營養啦。咁今時今日我哋追求呢一個積極活躍嘅呢個生活習慣啦，咁試想一下啦，同運動有關，我哋要注意4樣嘢嘅，主要就係耐力啦、修復啦、材料好似蛋白質啦，同埋呢個體液嘅一個平衡。所以咧一氧化氮啊、肌酸啊、
支鏈氨基酸、蛋白質啊、蛋白粉啊、電解質啊、鎂啊，咁都係一個市場上面你哋會揾到嘅一啲嘅保健品嘅。咁啊，第四個主流咧就係呢個植物咧就做原材料嘅，咁就用翻植物嘅營養素啦，咁根據翻呢個中醫嘅草本醫藥咧，或者係印度嘅草本醫藥咧做基礎啦，咁用植物為本嘅一啲保健品咧將會係一個趨勢嚟嘅。咁所以好似係一個海藻類嘅奧米加3脂肪酸你會揾到啦，或者係一啲嘅植物蛋白質咧都將會係比較流行嘅。最後啦，一個主流咧就係個人化啦，咁啊一個方法咧就唔係適合所有嘅人嘅，咁所以唔同產品嘅組合或者劑量咧，再加上呢個專業意見咧，就去定製翻你一個個人嘅保健計劃啦。咁啊，根據個人嘅身高體重啦同埋生活習慣去定翻你一個嘅個人嘅保健計劃啦，再配合埋一啲嘅數碼化嘅線上諮詢啊、智能手錶、手帶啊、戒指嘅啲組合咧，去分析咧你一啲嘅日常嘅數據啦，咁啊，所以咧，如果你係一個追求健康嘅人咧，喺2026年咧，呢一啲咧就係一啲嘅保健品嘅呢個主要嘅趨勢啦。咁啊，記住咧，我哋咧最好都係從食物裡面咧就去攝取我哋需要嘅一啲嘅營養素咧，去做一個基礎啦，咁先至去補充翻咧我哋一啲嘅營養補充劑咧就會比較適合啦。咁最後咧，自己身體自己最清楚嘅，嘗試下聆聽自己身體啦，諮詢下專業人士嘅意見啦，去揀選啱你自己嘅個人化嘅健康保健組合啦。今日咧就分享到呢度，我哋下次再見，拜拜。